千人反建化工廠，封城催淚彈點動。佢哋只不過係反對喺區內擴建 PX2 甲苯化工廠啫，唔使咁啊嘛！過千個寧波鎮海區嘅居民連續幾日上街示威，越抗越激。前晚有人推冧警車，結果就演變成警民衝突。當局放催淚彈驅散不特止啊，仲流血收場，網上仲流傳有大學生被警方踢死添。而尋日就有大批特警嚟到封城，寧波高校亦都戒嚴，威脅學生若果參加遊行就唔使旨意拎到恤。而喺市中心天一廣場就有過千人聚集抗議。有人話特警追住人打，有青年被拉上警車圍毆，大批示威者被捕。但因為臨近18大，當局封鎖晒所有消息，內地媒體又冇人敢報，現場嘅人唯有靠喺微博報料求助。